重欢迎黑尾鱼。欢迎！比怎么欢迎来宾还更开心啊！我用大去熬5个小时，然后就昨天没睡觉就变成。好有诚意对。所以等一下可以送那一管吗？可以。警察。真心外呀！所以我有一首歌，我觉得很适合当你们对，主题曲，对，这样有整个茶园可以一直循环播放，真的很棒哎！我跟你讲，除茶虫哦，你了解的人叫香草的，英文名字可以考虑一下。哦，可以，叫什么 Basil、Rosemary 或者 Sage 这种。刚好3个这样。可以耶。台湾农民一定强，好声音出好天哦！耶！好声音，台湾农民。我唔知道今日来到节目当中嘅潛水站喺台灣一定強嘅農民，行間呢，請到後生研究下來投入到台灣嘅農業當中。今日來到一家之主，我表現好料理，本睇下傾下來品嘗。係啊，台灣嘅農民哦，如果係後生嘅，其實是說台灣青農啦。哦，記得哦，真嘅係18般武藝哦，除了哦各種fully充厲害之外，你啊，喺我了解埋嘅行銷啦、研發啦、採設啦，埋嘅相關嘅產品還有教育哦，食農教育。哎呀，那都是老師來着，所以今日除了人家綠手指fully充厲害之外，香港記得咪fully充為主菜。冇唔錯，故事等下呢就好好看嘅就表現啦。唔過今日節目一開始我嚟先來分享到今日Andy新來到嘅主廚，佢係嘅新朋友，專業嘅研發主廚，分享到嘅係你黃燦婷可樂主廚。大家好，我係可樂主廚。哇，好可口哦！我覺得他很快樂，很可口嗎？歡迎！謝謝。好，稍後咧歡迎 Andy 嘅老朋友青友鳳騎師傅。大家好，阿鳳哥好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嘅主廚過後，馬上來分享到鳳吹嘅潛水站。鳳吹潛水站係來自桃園龜山咯，同 TP 嘅組合也就喺親家上，分享到葉歸我以及林敬全，分享。主持你好。今天就後生哦，你看下咱出嚟嘅片咪係fully充後生嘅代表，你是脫染泰然嘅表兄妹蕭鳳洲、邱玉潔。嗨，大家好。主持人好。哇！咁難得咯，20哦，平均嘅年歲差唔多係22歲。22歲啊，對，這麼年輕哦，剛剛傳到哎，不是要先奉茶嗎？哎，你要奉茶，你準備奉好嗎？我又沒結婚，插出來。哦，好，來，跟大家介紹一下，第二個慢飲中嘅茶嗎？烘焙過的烏龍茶加洋甘菊的花茶，綜合，譬如說，有的人覺得茶的味道太重，那洋甘菊又有舒緩鎮定的功效，我們把它加在一起。對，調過的。可是敬全楊不卡做茶是第幾代了？我是第一代。第一代，我自己去學的。對。那你像你做茶的理念有什麼堅持嗎？做任何事情都要想辦法去把它有一個善的循環，我們去好好的做好每一件事情，每一個步驟，把最好的呈現給大家，更多的善循環。新人啊，色猜這樣子。為我阿姐，哎呦，係攞小朋友又係幼稚園演奏。我係做師奶嚟染妝，看我40年嚟染妝咯。哇，可以啊，還有賞哎，謝謝。好，待會再好好聊聊做茶這一部分。好的。除了是茶之外哦，你諗出今日又帶來好食的哦，都是個半呢。對啊，這什麼？有餅乾又有茶。對，這是我自己做的迷迭香餅乾。真嘅哦。對，還蠻好吃的。該幾時就會講，個地盤都有迷迭香。對，我自己種的迷迭香，然後再種在桃園大園區，剛好海風就很像那個地中海的氣候，所以很適合栽種這樣子。這個配方是那個有一個主廚他在英國的阿嬤家，他阿嬤的配方，然後就是他的 grandma。對啊，你怎麼會認識英國的主廚？有去打工過這樣子。鳳就抬高，你僅僅算香草界的權威。真的，真嘅係唐宮黑暗牛。哈伊。難怪取了一個這麼香的。不是哦，你不要亂點鴛鴦譜哦，表兄妹哦。誤會的表妹啦。對，表妹。玉潔走哪方面的條路呢？
我现在是在大园区的西海休闲农业区担任总干事这样子。对，那同时他也是在我们总干事，对，就是他也是同时在我们那个区域的国家里面，对的合作农场这样。是你叫他老板这样？对，没有渔工是叫他老板，合作来努力这样。旁公面盘东都会发通啊，比如讲四挂街啦，传销街啦，都是你们办的。对，然后主要还有每一年最重要的3到4月的彩色海域季，也是在我们这边办。所以按照谈起来啊，你看他推翻的庆农啊，非常厉害。会走还会走，你看走叉米啦，还有走这个香草啦。我唔做，不过呢，也下手嘅設計嘅特色以內，馬上來進行喺你體育館嘅挑戰咯。向前變困啊！第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深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不看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基本有一開始是會考驗大家大家嘅基本功，所以這個基本功分做2隻回合每個回合都有分數，大家所以針對自己各自的強項來排出自己的代表。第一回合比係嘛緊啲麼？技巧，第二隻回合比係速度。所以聽到這個，大家昨天想看一下，你要派出誰來參戰？那我們最有技巧一定是最資深的園長，40年經驗的園長啦。那我們就派總幹事。好，兩位準備好了，3、2、1，請開始。園長，以身作則，以身作則。係啊，莫怪佢，因為你要對客家人來講正經係傳統嘅這個共同記憶之一。因為你要就會按到斷絲吧，我有時間嘅限制哦，總共係1分半嘅時間，看哪一組斷嘅絲吧下多。我們最後有4組來評判，我假設要啱起來啊，換到鐵條款啊，是總得咯。那你是色配吧？那你嚇到玉姐呢？大家準備好咯？好，3、2、1，繼續開始。哎，你什麼意思？我們第一個都還沒。總幹事，你這什麼啦？來，我換到鐵條款哦。很好，C 都好嘞，冇問題。我覺得你先要不要弄一大塊，然後慢慢切嘞？哦，好，太小。我跟你講，其實你先把粉弄上來，這樣子你在切的時候長不一樣。粉總弄你用這個把它塞一點到你要切的這個。不是，這哦，你先弄一點到這裡來。是算顆的，不是算大顆。對，所以你可以，你就算顆，你就針對這個，你先切大顆，然後再慢慢分小塊。對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，我不要一過去，我的天啊！太黏了吧！犯規！1分鐘過去了，1分鐘過去了。總幹事應該要怎麼安煙呢？對啊，西瓜節那麼短雞巴啊！再一個。好，先不要管它，等一下抖酸的時間我會跟你講。沒關係。聽一集嘛。來，這裡。好，來再來。你先不要弄新的，先把它分小，因為剩下時間不夠了。好的。哎，我的戰術太大聲了。你躺多嘞，好，加過去。再多一個，這個大家把它分開，再把我分開，這邊分開，這邊。時間到，停，冇嚟停。好，來到手幾多張？來，師傅，好了。好，先算紅隊哦。好，你下幾多張嘞？幾多張？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幾多10、是。 11、12、台地13， 13係13啦。台地12，冇分到啊，兩分係啦，啊不重要。好，你要算2地吧？好了，送吧。這個說不過去吧？安煙咯。1，好，講吧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8，完蛋！没有拿过去就可以再分。等一下，他有寄生的，真的有，是啊，不是我故意的，真的。 10，好，10个，观众朋友，李阿冠哦，我真的是要很难为情的说一下，好了，风水得到系12扎哦，咱吹10扎，所以你得到1分。李阿唔怕唔怕，因為還有便宜回合。便宜回合，我來比嘅係屬兔，看到做蛋糕也係乜嘅？蒜頭。蒜頭，呀個蒜頭呢沒有比算食落去嘅屬兔機㗎，有冇出人命吼？但係等下來比做嘅係，我要來比嘅。等一下就會比大家吼。 剝蒜頭嘅熟兔哦，要幾家啦！其實哦，等下熱粉狀甜甜哦，吼，然後解下冇強用了。剝蒜頭放雪咯，其實冇乜嘅限制，最後就要看你剝嘅數量和完整度有幾多。跟大家講哦，如果蒜頭要別開來啊，也係你個蒜頭皮啊，要留點到嘅蒜頭米，但個就不予計分。看哪一組哦，最美熱粉狀多的以後，最多最完整是得到1分。好嘞，攻守交換了，謝謝公主。哎呦，都是帥哥組，哎，是，你是要打他嗎？没有，我们先禮後兵啊。那有某些盤的啦哈。好的，好，準備好了，計時2分鐘，開始。這樣我們問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我覺得我們手大有優勢。貴了安用意思。手上有該做水，加油！這樣就不行，對不對？對對對，那有點破。但我建議先不要跟我說話。對，不要沒關係。我們先專注。真厲害呢。暖大一點的哈。我覺得是不是我們先播個8成，然後最後30秒的時候，我們再來，你知道清潔。不行。我想法係一扎沙包做的時候咧。來讓你講，一起個種迷迭香哦，因為熟哈有鹼，所以它這樣你知道摩擦。你不要展示。你有可能臉還有皮哦，你有可能臉還有皮哦。等一下，我們等一下，手乾淨再來。最後到見了哦，剩幾多分鐘？70分鐘。好，後面先擺好，去。啊，沒有啦。 9、8、好，再擺一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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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穩住，穩住，皮剝掉就行了，皮剝掉就行。時間到。 潤同大進先好。好，師傅還是幫我們算一下吧，紅隊先算一下。完整度哦。哎，又皮師傅講法嘞，師傅講法嘞，你看。 隆重歡迎黑尾魚！歡迎！比怎麼歡迎來賓還更開心啊！不行的話可以再吃一顆哦。不行。你要保持了完整度啦，你條毛呢就按倒平。哦。應該咁講嘅，嘿，經驗嘛，安尼算量力。 好冇？阿弟啊，這顆為什麼不行？有染到皮啦，這是皮。他為了贏，他沒有形象的。不是啊，我拔的是這個啊，所以這顆不算嘛。那這顆什麼問題？哦，這顆是從上面拔下來。那這顆是？那這顆什麼問題？這個是頭尾抹配的呀。頭尾沒有也不行。這個完整度，完整度。頭尾沒有，它怎麼去皮？ 喊走的，你看。真的啦，你看這個。哎呦，該綁半塊。師傅朋友，觀眾朋友，面條前景係非常明顯。其實綁走半塊。你有像啊下有冇？下了個有冇？細啲下都嗆嘅。有冇？它係有迸發的，有迸發的，有稍微調妹啊咧，下唔好別劈，你都算一啲啊，唔算你係偏算你啊啲。所以你都有2扎片嘛哈？嘿，我都有看你片哈。嘿，好對啊，1扎哈，完整度都有哈，有頭有尾有哈，1扎哈。你不要收手，冇2扎，好2扎，因為你本來是有先天性的啦，先天性的哈。 好，2扎哈，不要浪費。還有倆嘞，先天性帶皮啦。冇啦，我看你要完整度啦。你要沒完整度哈，你要皮按到，特寫一下，要皮下動到有冇？愛沒冇算，2扎，沒冇算啦，你看。好，這太明顯，這太明顯了。真緊哈，所以強龍係2扎，哦，2扎。好，
头等下一关的 PK 呢已经结束嘅，凤吹得到2分，蓝吹得到1分。不过呢，这只是暖身赛而已。听下来看一下你安永凤师傅带来乜嘅好料理，老太去甲分享咯。主厨素卤菜。在亚裔季当中呢，厨师除了带来好料理，老太去家来分享以外，各位参赛者要认真看哦，因为等下你还冇有水塘烤。先来问一下牛凤师傅，今日带来菜名係乜嘅？鲔鱼双重奏。鲔鱼拄好了的季节，拄好是适合黑鲔鱼的季节哈，所以应该基本是上多用该2种鲔鱼来做一下双重奏的视觉效果。好，那来介绍一下是什么？隆重欢迎黑鲔鱼！哇，欢迎！比怎么欢迎来宾还更开心啊！好，聊黑鲔鱼应该基本用的是该比较少油脂的地方哈。啊，那其他料是做该酱料，用意式的方式来做一个酱料，让它没有油脂的部分来补充一下。啊，料是酸豆，落去打成奶咧，嘿，打成那切断奶的，基本上一料袂打成奶。啊，料是提鱼係咩？該種會臭臭的？那是鲱魚，那是鲱魚。好，啊，料是用的，啊，料是罐頭的鲔魚。哦，那個什麼你係茄汁的蛤蟆孔蓉哈，所以2種鲔魚，所以鲔魚雙重奏。啊，你係醬汁，你係美乃滋，你係動物鮮奶油，啊，你係橄欖油，啊，你係清酒。sake 哦。哎，我可能我做一個醬汁，哎，你啊 ，OK，黑胡椒，好 ，OK。哇！你要豆蔻沾片落去哦，等一下又你看它多吃洋葱会怎么样？请问一下，假使你选从头会发生哪个事情呢？以下何者为误？啊 ，A 吃了会产生体味啊 ，B 那个煮米饭要放冰块。我只有叫你跟他说会产生体味，我没有叫你重现一次体味。好，所以答案是。而且煮米饭是另外一题。反正就是用到太重条的话，不会有体味啦。哦。而且呢，如果你爱米切看慢切的话，看不会按不流梦症。洋葱部分我错不时，咱先让它变起来，佢切的时候还没有流眼泪。哦。好，那等下先来切黑鲔鱼好咧。你看，是安样。不紧，先捞起俩外面酒。哎，你们有啥？染好咧，染。你们有啥？染嘛。哦。染我不用染哦。一点点的食本机跟梅头下油，因为从我做法上，该做个咸酥鸡啦。你用黑鲔鱼做咸酥鸡的感觉。咩讲会上去吗？用泡的从个咸酥鸡的呈现效果。但是老师，你要用入口沾之后，佢唔会出水哦，血水。还唔会，我等下高温落去泡熟，佢吃到里面很上的，表皮又酥酥啊，搭配一个酱汁。哇，好了，那对了，走酱汁。提鱼，然后酸豆，清酒，可以放一点香草跟茶叶进去。哎，做对嘞，跟表妹做的表迷迭香可以哈，迷迭香，还有橄榄油，一点嘛哈。他们2位都算是植物系男孩。胡椒，一个是那个香草，一个是茶叶。美乃滋，动物鲜奶油，动物鲜奶。OK。那有点像做白酱吗？它是一个酱汁，就是其实是这，因为俩下冇油啦，所以搭配俩落去食，去下油加油脂感，咱们较顺啊，较顺。哎，刚才讲到俩是黑鲔鱼的季节，所以台题系差不多几多年时间鲔鱼啊？差不多4、5月，4、5、6，这么短哦？差不多按样人看，我等下是俩落去啉上破坏，加黑鲔鱼啊。当北捞给撒该凤梨，塔塔酱吗？干咩塔塔酱？塔塔要有番茄。番茄捞该水煮蛋。哦。好，俩配鲔鱼，好，是差不多。待会一个人是1份吗？一个人大概可以吃个2个，1碗。OK， 1800。好，俩开始泡咯，俩地瓜粉，番薯粉，地瓜粉，够造粉呐哈。好，来，我来出题目喽。好，题目呢是奥托罗海洋界有和牛之称，那个配位挺贵呢？爱弟，我也知道。爱弟。A 黑马干 ，A 是托罗肚丝 ，B 是三角肚肉 ，C 呢是五梅。有心里面有想法，先猜拳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剑走3票5。
戒毒不。竞选现在都先跟讲桂。儿姐可以讨论一下，看看你吗？我实在，赌席啦，我实在，啊，所以你是在，嘿是在，所以呢，两个摸眼球。那竞选地吗？你定谋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答案哪一个？我猜猜 B。 OK， B 哈，好，那 Andy 咱最想的先，好，我唱 A。好，来看一下到底答案係哪張咯？答案係 B 3。因為他將軍這種挑機節啊，來同大家講一下，你係鋪位咧，有看到嗎？金三角嘅地方，較有當小，同樣這個下巴，係下巴係，一位吼都當珍貴，當兩條呢，所以講輕貴。所以其實哦，最貴啊！應該根本用的係兩位啦係。見面師傅用那個刺身的，刺身機還摸油脂啊，它還有油脂的時候，金三角繞上腹它的價錢順序係按用1、2、3、4，誒，價錢從5千啦、4千啦、3千啦。好，可能按坡度按樣差唔多是差唔多好咧，因為總啲坡度重熟哦，按樣結果剛才競權說我的加碼那一塊呢？加碼第二邊哈，加碼。不是給得多幾份的呀？那是桂兒姐沒有要吃啊。冇事啊，馬上要寫競權啦，因為給他答對啦。給他現吃，來我幫他拿。痛惜用痛惜。來，好，有，冇便宜的哦，啦。還有女神會服務哦。來，老婆請閉眼睛。沒有，我只是拿給我傳遞而已，我傳遞而已。需要蘸醬嗎？不用。不是動氣。來，競權，這個我沒有辦法服務你了哈。什麼？哦，有哈，有香哈。你還沒吃？哎，還沒吃嗎？走的。不行的話可以再吃一顆哦。不行。好，來，醬汁落來。哇，好美哦！所以你要熱天我哋換造款哈。哎，你等下洗臉洗的時候，用該底下醬汁強下洗。長得像味噌醬哎。我以為你說下面長像豬肝呢。好多咯。好嘅，鳳梨。你睇咬落去時，這口袋係咪看到地板係豐色咧？而且白天亞衣櫃當中，師傅比較少帶花嘞。來，家珍姐。好，倆死。鮪魚雙重奏。按鈕就後生嘍。什麼阿麗啊？牛棚師傅帶來一個鮪魚雙重奏。哎，今年來他幫寫都鮪魚呢。你每年都會吃啊？有這個習慣。來，太巧了，品種困難嘍。哇！這個我們桂兒園長還沒有吃哦。怕，跟你沒有關係。這個我要分12口吃。像一般吃的時間，因為啲刺身還冇加油脂啊，經過來泡的時間，其實變到軟化咧。因為知道講，雖然金毛蠻油，但它會有一個歐透的香氣，按用衝出來。看它炸，我覺得它外面很酥，但是它的香氣又都保留着，很嫩。而且你有吃到原味的。有。那一個有溫中，它後生冇溫中。不一樣的好吃，不一樣，不一樣都好吃，都好。那個給你。好。所以等一下可以送那個嗎？可以。警察。真秀美呀！所以我有一首歌，我覺得很適合當你們對主題曲。對，叫《整個茶園可以一直循環播放，真的很棒哎！我跟你講，除茶蟲哦。可樂師傅啊，可樂師傅老下講一下。用種口感咁，這個一個梅，我拖落去梅吼，保持冇溫醬嘅時，都當原味。溫醬咧可以吼，
跟妹吼都当层次各出来安尼。很开有层次耶。啊，你是到俩头纯去买夹糕？哦，我感觉吃起来暖暖，然后够嫩嫩，然后这个 sauce 啊，哦，那个味道搭配暗香。哦，真正大师等级，很新的口感。真颜色分的好吃。重点呢，行诶，其实我让他懂对死啊哈。开起来的时候选对，刚才师傅讲到不同部位的话之后，周次某可以用给料理，中间这部位呢拿来这样做，然后是炒。好，不过我还是要宣布一下哦，因为头前对 PK 赛的时候，红队队都2分，蓝队队都1分，参加了 N6的金行最本迷馆嘅挑战。家家出好菜。两嘴这段只听嘅题目，第喊听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日日拿出日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點上做咯。來到呀最杯迷館嘅時間呢，睇起來都會拿出自家嘅壓箱寶，裡面有來家家出好菜。看一下睇家帶來乜嘅秘密武器嗬，先看一下馮翠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茶葉。茶葉，咪喺問人做嘅要用來嘅咧？啊，到時撈你古廠嗬，佢自家做嘅茶，撈嘅鹽從下夾咧，然後塗啲回收呢，試嚟試隻，才能準開來。係。哦，係哪種茶？包種。烏龍茶，嘿，哦，這個秘密武器都有厲害，唔是出天高哦。對，一家之主蟒蛇出天高哎，先得分吧。再說。用一個茶葉帶來嘅料理，菜名都乜嘅？叫茶鹽雞佐茶泡飯。冇問題，剛才頭前你已經得到2分，你有最杯迷館咧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接下來都看一下咱處理一片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哇，香草皮糖，香草高湯。对，它有爱田里自己种嘎香草，然后有迷迭香、鼠尾草、奥勒冈，还有巴西里，还有那个平叶巴西里，就是还有香叶都在这里面。对，然后还有用大骨去熬5个小时，然后就昨天没睡觉就变这个。好有诚意对。哦，这个可以先给分了吧？我有被請到成功。好，這那兩種皮桶哦，走出來嘅料理全面按到。tomato 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，对，怎麼了？又好些的呀，因為意大利面雖然又出現過，不過好像很久之前了，對不對？所以今天結合自己作物自己的作物，然後就結合御姐可能凍回煮的意大利面。好，今天聽完那份數哦。好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2組呢帶出來的嘅秘密武器真的都很特別，2個都不曾都喺呢節目當中有出現過，故此我們非常期待咯。現場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向下做哈，厲害向下做，又選落嚟啦。所以就像你剛才開場嘅時間講到，台灣的這些青農，真勁厲害，一定強嘞，顏值又有實力。係啊。講到鹽就要去看茶鹽吧。好啊，好，那不同的顏值哦。顏值。就負責裝。對。哇，哇，老師來，老師你在中間坐。好。因為老師呢，給我們特別準備一個茶席，先跟我們聊聊。不用嘛改。哎，你不用嘛改。不用油。啊，咁問下啦，拍到你啦，係謝啦，咁問下啦，你不用嘛改。我們那個放油下先熱鍋嘛，對不對？好，那茶泡飯給你帶了兩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對，我們等一下會就是先放飯。有什麼講究？是不是？這算茶道的工具嗎？對，先泡茶嘛，哈，茶杯出梅之後呢，除了融入日本人用嘅嗰種係切梅粉之外呢，係我落喺度沙做嘅嗰係綠茶。綠茶，它咖喱茶，這是健全種的茶嗎？是。哇！所以你要做啲刺激看咯，你係茶鹽嘛。我只看過該吃過該昆布嘅，我未提一般是多啲茶鹽。徐師傅一定很有興趣，對不對？唔同啲哦，咁咪就好。而且剛好就講地北圖有爆種茶，還有哪一種？
用包种茶，还有乌龙，哦，这是乌龙。哎，为什么会选用乌龙来做该茶染哦？因为它的味道会比较扎实，比较沉稳，比较厚一点。对，其实你哎，好香哦，真的很香，先闻，真的很香。你尝下去更有茶香，好香哦，有点奶香味。为什么会有奶香味？这是金萱这个品种的特性。这有得卖吗？哎，我们努力，我们努力往这个方向。哦，所以还没有在卖。对，茶叶在卖，所以等一下可以总爱管吗？可以。警察，真秀卖呀！哦，总在秀卖，这个多秀卖。你怎么 Cammy 来了？因为它这样子才会保它的水分。哦。对，它会吃起来会比较嫩一些。保湿啦，像面膜一样。对，像你刚刚。该下染種要小改動茶泡盤。係。我就好奇，因為泡嘅茶我用第一套啊，也係第二套嘅茶來泡嘅盤。通常豆沙全部用第一套去泡的。哦。每套下沖。係。然後試起來哦，嘅茶梅要落盤肚去，去到因講嘅茶吼會生津止渴嘛，所以攞盤泡落去吼。降種因嚟都喺天堂做些，些食到喊下用梅頭。可是靖全，你黑混散就会通农业口吗？不是哎，不是，那你是读观光的。哦，观光餐饮馆。对。那为什么想要种茶呢？因为自己喜欢喝。哦，对。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好奇是，因为你哈种茶哦，仅给你就可以后生因那种哦，茶量唔多，但是你又会去坚持的原因嘿，嘛改喏。就是我觉得好的东西就希望可以跟更多的人去分享啊。有心人。对啊。有心，所以我有一首歌，我觉得很适合当你们对主题曲。对，叫有。整个茶园可以一直循环播放，真的很棒哎！我跟你讲，除茶虫哦。那可是小绿叶，我会吸引小绿叶蝉来。OK。冇我得先講雞片好咧，講雞片啊！打斷我打歌了啦！等下雞片妹妹昨天打歌啦。好。怎樣？那邊也是有心人啊。對，這邊有心人。OK。我對那個高湯最有興趣。就可以直接喝。那個是可以起令沒有？對，可以，它都已經完全熟透的。熟透嘞。我覺得先給師傅喝看，他們想辦法煮呐。哦。他們的舌頭比較那個。玉潔平常有在做菜哈，怎麼樣？怎麼會這樣子？埋線。玉潔結婚嘛？啊，還沒。懂後生吼。好啊，好。很年輕，對不對？你可以猜猜看。哇，你真的是給人家陷阱21歲，差不多。對啊。幾個改啊？結果他有31歲。24啊。對啊，超年輕的。動後生是走總管司。哎。對啊，我是我們桃園休區最年輕的。哦，對，是本身就有對這個領域。對，本來就對這個領域有興趣，這樣。大學也是學這個的。咩？嘛該觀光。他是你學長嗎？靖全？哎，不是。豐州結婚了嗎？結婚了。這年紀他哎。來上個歲來哎。哇！最大的那個差不多國小3年級。對，9歲、10歲就有嘞。對。你幾年次啊？73的，對73。看起來好年輕。73是21。哦，73、21，抖些。那我不就49？77、40，哎。大家都16。哦。所以你還有松子呢？之前做青醬用的啊，對，所以。又寸啊，係嘛？對，寸所以帶過來。對，然後那個紅醬呢，也可以放點綴一下，味道也蠻搭的。你自家總享受對料理的事情，美富聰的擅長的感覺呢？哦，因為那個香草很難賣，所以要轉變一個方式去推廣這件事。對。推廣的話可以找。總幹事啦，是說總幹事。所以走在老台噶小改家，你了解完哦，你的過程很有慢走出來的配桶哎。買那個大骨，然後是用熱水加那個蔥跟薑片，然後
还有一点点的醋、葱吗？还有醋，然后就是对煮大水，然后滚的时候把肉跟那个香料都。師傅，做乜嘅？煮料配湯我加蒜豉咯。蒜豉啱未提白菌喎。啊，對西餐來講，蒜豉會凝結蛋白質。對，哦，血。我懷就等於煮那種水波蛋的時間，加蒜豉，安尼較保鮮安尼。我們剛不才教完怎麼剝蒜頭？怎麼剝蒜頭？你我才想叫我壓哦，我應該能炸生啊。用菜，我只能說剛剛還好不是派你呢。好，我們等下高都正來咯。好，謝。這邊在泡茶了嗎？没错，对，可以聞聞看，這裡是金萱，小心燙哦。有奶香味，小心燙，小心燙。對，為什麼會有奶香味啊？對，它這個品種的特性就是這樣。對啊，小心燙哦，對不對？奶奶的哦，對。它是純天然的味道。可以。現場有賣嗎？哎，今天帶的有擺攤在這。今天比較貴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茶有參加比賽之類的？我們沒有特別參加。哦，下一班不是又有參加什麼10大青農什麼茶葉？就像。北部有什麼？可能龍和摩安豆子蟲。對啊，對啊。看老師現在多專注在燙青菜。他算今天有幾個小朋友要吃爆竹筍啊？好香哦！呀嘿，這個有用茶去把它那個先醃一下嗎？介紹一下這個雞肉。醃這個是目前是有撒了一點點茶鹽雞、黑胡椒跟糯米酒，然後我在起鍋前我還再撒一些，對。款糖果誒係種草係嗎？香草嗎？上面那個？其實這個綠綠的就是茶葉。非常的滿意，這是我們試做以來最成功的一次。該幾時成功啦？給上家立白哈，也是吃了一堆的意大利麵啦。特色哎，師傅，因為我好奇是茶葉，假設你預熱，它會變糊嗎？它會變苦嗎？哎，其實稍微會一點點，那所以就是醃的時候，就是讓它入味，再來最後是起鍋前再撒上去。啊，錯。哎，你個就用茶葉先脆過醃。對。啊，用油封的方式做。對。哦哈。好讚哦。安尼就用梅。你看，佢改下店嘅概念嘅時節，批線落去，因為應該是第一個，他對做菜一定是有研究的。如果是健批嘅面筋，係認為哦啲係芥椒係嘛？芥椒味，芥椒始終還有一個口感，脆度擦，冇講即種嗰種烹肉嘅都冇脆度嚟啊，從你乜嘅海南雞啊，對，這種一泡熟，以為原來你乜？創意料係當到皮拿出來烘糟，夾嘅嫩嘅，夾脆嘅，你夾起上去，雙片咗口感真多啊你，健康快樂。健康啲餸哦係嘛？冇熟，人唔敢先。對，沒熟就扣分哦。按煎落去該水該汁會不會流出來？會流出來，用快要凍可能是啲。你可能會出血水嘛？請師傅幫忙呢，可以看。好啊，我哋看下嗬。有了啦。其實你們可以問園長啦，園長呀。唔曉得啦。你曉得啦。你看有了，你要用粉紅色嘛？你接到燙魚嘛？個熟咧，你掉應該熟。記得咯，較拌嘅蔬菜更有效，唔好裝泡到冇效。好 ，OK。好，等下高都正了，我幫你轉小火了哈。好。面差不多好了。哇，差不多。懂條。所以那個面要怎麼看？要煮幾分熟？這樣大概已經是台灣人可以接受的軟度了。對，因為如果是外國人，他們會希望吃到那個面中心有一個白點，然後他們要嘗那個麵粉的味道。對。然後我們亞洲人就吃軟面吃習慣。吃軟面。沒有，我一般煮一鐵片，係有種叫油麵，所以大家吃習慣那種口感咧。所以你頭先炒嘅係乜嘅料 ？tomato 添嘛？tomato 跟那個蔥球，然後還有對那個酸辣。
酸的，酸，Hill，安妮你还有嘛改？起司，起司对那个玛格瑞拉，对，它那个来东琼给哈。对，也会带丝，我们让它乳化，它比较不会那么味道那么咸，那么重。所以应该变成糖粿系吗？意大利面的糖粿吧，系吗？对，就是它放在它的一般的用个帕玛森起司，你改用马兹瑞拉啦。对，那个起司阿摩帮我拿一片。你有不用下去？对，不用下去，然后让它再慢慢，先让它有那个乳化，把所有的食材连接在一起。哇！对，那味道就会有一个平衡感。从部队锅了。对，但是是融化的。你系本乡愁，但不改台中不是呢。对，就是你很会做菜耶。没有，就都会煮。为了卖香草，对。他真的很爱香草。对，但是煮是厨师最厉害。你的儿子有没有人叫香草吃，或什么名字啊？譬如说叫肖巴西利。哦，没有，那生小孩之后才务农。英文名字可以考虑一下。哦，可以，叫什么 Basili、Rosemary 或者 Sage。刚好3个这样。可以耶。好，那我们面可以下。你先来一道算咯。好，加油哦，冇问题的这片。哦。现场马上来倒算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吃看那最杯米馆，那部卡米西卡站的喽。我先问这个一个正三步嘞。太厉害！对呀，现场哦，包括2组这个男生呢，都是当今天的主厨担当，都会你台湾当优秀的青农哦。先来吃看哪里风吹的料理，好不好？好，茶泡饭。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哦，它干用以前入冻酒哦，冻入梅哦。茶叶非常清爽，自己有满意吗？有。这个礼拜都吃鸡腿吗？没错。一盤哦，當我食，叉面頭也要落來，跟擂叉面頭也要落來，係。哇，因为哦，记得是用泡茶的方式哦，所以跟米粒它就保持一个颗粒感，很好吃。对啊，很提然后那个外面那个油脂刚好被那个草叶那个包覆着，好香，好好吃。对，我可以投降了这样。金萱茶的香气，对不对？啊，金萱茶，哇，非常厉害。我觉得我们蓝队压力大，但是我不会输。好，来试看一下俩头。就按到这个香草，tomato 意大利面，tomato。好，它没有加肉，但是里面有蛋白质。你猜得到什么吗 ？cheese， 洋葱啊 ，cheese， 好吃，很清爽哎，那个面很 Q。然后园长吃的迄人用班的。哦，我吃到2张面啊，冻心贡，嘿，然后有些都加高汤，很浓醇，嘿，上爱就吃了2冻心贡。哦，用一下，不过还用一下修哦。玉姐对你们自己这样的满意吗？非常的满意，这是我们试做以来最成功的一次。该举事求功啦，给上茶礼拜哈也是吃了一堆的意大利面啦。我豆大师傅按样板来上咧，沙做了快记得会拼负了。刚刚頭前嘅比分係馮吹同藍吹3比1，冇錯。那好來有搶師傅，馮吹搶半分數。哦呦，4分！3分總共就係7分，好緊張了哦，因為該下藍水是要得到7分，所以 energy 挺愛滿分，好，給他一個炙熱的眼神。好，不要下搶師傅，藍隊請給分。差幾分，還有總共就係6分。但是你們料理比我們高分。係啦，錯。先來請你可樂師傅來為大家公平。好，因為我2分原因呢，這個茶泡飯底度就個菜梅絲，個雞排哈，就不用個茶鹽七味粉。對。但七味粉它的味道都提升這個層次啊。係。我就想個茶。
同个辣椒香的比例可能要在得下，你失去自家的味道。啊，因为又啉到个糖，个加进来，啊加起来啊拄好，啊就分量分安尼，嘿。那蓝队呢？蓝队吼，真歹分开来，因为吼这个面拄好，因为佢讲台灣人冇，我關鍵是就差唔多咧。嘿，因為嗌就加我關鍵來，所以我嗌試過誒同好先。啊，佢要個妹吼，個香草妹嘛容易去，嗌就建議講吼，個按多香料，要個啊主角。糖嘅部分啊，就要個主味先安尼，嗌感覺會較好。小夢，來談看一下鳳哥嘅想法。好，紅隊啊，其實有一小小缺點，佢茶泡飯料啊，還有還有嘅層次感，是你做一介做到昆布，昆布落去是，因為愛蛋香是落個茶葉味道是。含冇紅豆的層次感，係啊，是正常用甜，哦，是菜條。啊，啱冇本該藍對紅豆粉，其實佢整體全部煮嘅意大利麵，其實啱咪最好是意大利麵。哦，所以佢該有層次感，咪該味道所以出來。原來係日文也好學意大利麵，你早說他們就做茶泡意大利麵。好，怎麼兩位師傅，唔過你最背面廿一關結束過後，所有嘅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馬上出來頒獎咯！恭喜大家！今年嘅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嘅哦，馮翠呢得到嘅凍豆腐啦，嗬，凍豆腐，藍翠得到嘅係6分，現在恭喜馮翠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好，個藍翠的阿伯吼，料理嘅分數咪非常的高，得到嘅獎品係意大利北歐粉彩3鍋6件組。故意注讀嘅嘢，這很適合香草花園呢。可以啊，該做的煮意大利麵，該做的空乾骨類米。然後剩下下面這個可以練怎麼剝蒜頭。現在每一下進全家一般來參加，而且呢又可以第一代茶農的這個身份呢來參與比賽，整個心情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就今天可以來這邊跟大家觀眾朋友啊，跟主持人來分享我們的理念，跟我們的怎麼樣把茶融入生活，跟不同的菜裡面，我覺得非常的，就是謝謝這個節目組給我們這個機會，這樣。太客氣了啊！得到第1名哦，我為了宣傳去趕快踩。謝謝大家的支持。老師，跟我記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希望大家哦，今日有機會，讓我們下最熱鬧的劇場，同我來參加兩種暗有意義的客家節目，我睇到非常的歡喜。希望還有機會再過來到呢度。謝謝我哦。院長要來支持，多過來啊！係啊，同咱仲喺講過有溫溫柔柔嘅啲嗬，大家有時同嘅小朋友其實都很棒。哦，那訪問一下哈，其實李阿伯哦，看鳳酒哦，做出來是啲哦，他也是一個溫柔的大男孩。哦，李阿伯又買個感想，就讓大家分享。哦，多謝那個電視台，然後讓我有機會可以推廣香草的料理，然後希望大家回去都可以自己煮看。然後謝謝主持人，謝謝師傅。所以是哪一位聽到你係香草呢？我喺香草在桃園太原啊 ，Google Map 要搜尋得到這樣。搜尋蕭豐洲。係豐洲農園。好，農園。其實另外好的地區啊，因為台灣嘅搶農哦，真的需要大家窮下來，也可以一起來把這個宣傳推廣下去。對，這是有趣的事。先鋒。好，大家都係玉姐，讓大家分享一下。今天很高興，就是受到節目組的邀請，一起來推廣我們的食農教育，從農田到餐桌。那今天也是完整的展現給大家看了，然後也歡迎大家來我們西海休閒農業區玩，參加活動，謝謝。謝夢。什麼 CBQ 哈，都喺你節目當中呢分享有冇睇後面是同時候，然後呀，你第一排到節目當中看到嘅茶葉含家嘅香草高湯，帶來老太茶分享。係啊，同埋開場講嘅後生應該出頭天了，歡迎大家同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唔錯，依家資助第二 Q 哈來到喺你節目當中分享有冇睇嘅後面是 Andy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出頭天。